今日我想同你哋講下點樣邀請人哋去評價一個工具。我會用一段影片作為例子，因為呢個係人哋最常用嚟分享佢哋嘅產品或者機會嘅工具。我經歷咗一系列嘅一種進化，點樣終於學識點樣令到人哋去睇一個工具。因為我初加入嘅時候有個假設，認為如果我同人講，喂，我有段影片，你會唔會睇？或者我有段影片，請睇下，佢哋就會睇。尤其係佢哋話會睇嘅時候，佢哋就會睇。但係我學到嘅係佢哋唔會睇。呢個真係好挫敗，因為我嘅進化係一開始係冇影片嘅。為咗有某種第三方，我需要邀請人嚟參加某個活動。呢個活動係喺我本地城市、我本地市場發生嘅，而活動會提供演講，然後我就可以有嗰個第三方嘅認證。我可以招募到其中啲人，然後我記得第一次有一條好勁嘅招募影片出現，我就諗，哇，我可以有。而家有咁多演講發生，如果我有100條呢啲影片，當時係錄影帶，真係好勁。如果我有100條呢啲影片，我可以將佢哋傳出去，隨時有100個人睇緊。所以今日從影片變成咗 CD 或者 DVD， 而最終依家只係一條連結，係咪？所以而家傳遞就容易好多。我以前要駕車去人哋屋企，去佢哋嘅辦公室，親手交俾佢哋，俾佢哋睇影片，然後講我嘅小演講，之後仲要跟進，再翻去攞返嚟，再俾其他人，而且要有緊迫感去完成所有呢啲唔同嘅事情。而家你只需要發條連結。所以你確實有咗傳遞嘅方便同速度，但係要令到人哋真係去睇，我發現係一種技巧，而我學識咗點樣去做，唔係得10%或者20%，而係要有80%嘅人去睇呢段影片。所以我會一步一步帶你去了解，呢個係我最接近實際劇本嘅內容。所以要留意呢啲，你可以進行一個簡報或者某種邀請，話喂，聽住你有你基本嘅對話，你同嗰個人建立緊關係，然後你話我有個機會想同你分享，所有資料都喺呢段影片入面，而呢段影片係 X 分鐘長。佢會比我解釋得更好。而家無論係咩影片，揾一段適合你公司嘅影片。如果冇，就整一個。但係可能已經有一個，揾一段影片，其實唔重要佢有幾好或者幾驚人，只要佢係合理咁樣就得。唔需要華麗，只需要傳遞資訊。我哋嘅目標係教育同理解。我哋想教育人哋到佢哋明白為止。第三方工具可以做到，影片做得非常好。所以問題係咁樣，我有呢段影片喺一個連結入面，假設佢有7分鐘長。如果我俾你假裝呢段係影片，如果我發呢個連結俾你，呢段影片有所有資訊，你會唔會睇？而家如果我係你，呢句係建立你網絡營銷業務最強大嘅詞語，係一句強而有力嘅說話。如果我有呢個，佢係有價值嘅，我很希望你能觀看它。如果我發呢個連結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你唔係，請睇我嘅影片。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做你嘅部分，我做我部分。大部分時間佢哋會話當然好。如果佢哋話講多啲俾我聽，聽住呢條影片有7分鐘長，佢會比我喺電話上解釋得更快，而且會做得更好。
所以如果我發你會唔會睇？我真係好忙，唔緊要，你唔需要即刻做。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最終睇？最終，幾乎每個情況你都會得到一個肯定嘅答案，係咪？如果你建立咗任何程度嘅關係，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佢哋話會。而家大多數人會離開，然後發俾佢哋，然後就完成咗。呢度就係佢哋犯錯嘅地方。第二個問題係引導到開始令呢件事變得更認真。問題一，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問題二，佢哋話會。你仲未發出去，你覺得你幾時可以肯定睇到？俾我一個你肯定可以睇嘅時間。有啲人會話我而家可以睇，好，太好啦。有啲人會話我要到周末先可以睇，冇問題。周末好極啦。有啲人會話我要3個月後先可以睇，冇乜所謂。我唔係情感上投資喺幾時，我投入了感情去爭取時間。佢哋話我唔肯定。如果你知道幾時你可以肯定睇到，好，大部分時間佢哋會話依家、今晚、聽日、呢個星期某個時間。問題二，第一個問題，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你仲未發出去。第二個問題，你覺得你幾時可以肯定睇到？仲未發出去。佢哋俾咗你一個時間，要傾下計先攞到個時間，你會攞到個時間。問題三，你仲未發出去。咁如果我喺你話會睇嘅時間之後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咁如果我喺你話會睇嘅時間之後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佢哋話呢個週末。咁如果我喺星期一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係。問題四，我應該點樣聯絡你最好？想我打俾你？想我發短信俾你？咩時間好？而家我想你明白，當你咁做嘅時候，潛在客戶嘅心態係點？我有呢條影片，佢解釋得比我好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我對呢件事超級興奮。佢有7分鐘長。如果我發俾你，你會唔會睇？會。你幾時可以肯定睇到？我今晚可以睇。咁如果我聽日朝早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係。我應該點樣聯絡你最好？咩時間最啱？佢哋俾咗我一個時間，同一個聯絡佢哋嘅方法。好啦，呢度係喺呢段時間，潛在客戶嘅腦海中會諗啲咩？佢哋對第一個問題答應得好輕鬆，冇乜承諾。第二個問題，佢哋會諗依家佢哋喺腦入面調整緊時間表，而且變得更加認真。第三個問題，如果我之後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好似依家我真係要睇，咁我應該點樣聯絡你最好？咩時間最好？佢哋俾咗你一個時間，而家你喺佢哋嘅時間表上面，好啦，我已經安排好時間，到時我會聯絡你。呢度係，如果你想喺個之前聯絡我，隨時都得。等唔切同你傾偈，我諗你會中意嘅。我要走一啲咁樣做，你會由10%或者20%提升到80%。我哋會真係睇嘅。而家，如果你聯絡佢哋，睇下，如果你淨係話我想你睇呢條片，你打電話俾佢哋，你睇咗條片未？你睇咗條片未？你睇咗條片未？而家就好似好煩。但如果你經過呢4個問題，然後你話你會聯絡佢哋嘅時候聯絡佢哋，佢哋好難唔理你。因為佢哋已經預約咗時間，佢哋俾咗時間你，佢哋俾咗方法你，佢哋俾咗你許可去做，所以佢哋唔會咁容易唔理你。假設你喺時間之後聯絡到佢哋，佢哋話我唔好意思，我嘅生活變得好亂，唔好嬲。你知，如果佢哋話我冇睇，唔好意思，冇問題。我會即刻問返，咁你覺得幾時可以睇？一定。
我真係會用一定，一定。佢哋話一定，一定，明天之前。太好啦！咁如果我後日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，係咪？係。咁我用咩方法聯絡你最好？同之前一樣，同一時間。好，太好啦！到時再傾。拜拜，搞掂。你可能要咁做2、3次，冇問題。你係專業人士，你係安排一個約會。當你跟進時，你係做緊你話會做嘅嘢，唔係打擾人。你係專業，好嗎？所以試下用呢個對白。由呢個，如果我送你，你會唔會睇？幾時肯定睇到？咁如果我之後聯絡你，你一定睇咗。應該用咩方法聯絡你？時間最好。好，到時傾，到年搞掂。就咁做。今日練習下，同你下一個潛在客戶練習下，將佢變成自動嘅肌肉反應。呢個就係你要做嘅嘢。當你邀請使用任何工具時，呢種具體程度會改變你嘅局面，明白嗎？出去努力做到最好。我聽日再見你。